上来。啊！哎呀，我的大宝宝！振荣，你谈恋爱，哥为你高兴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一定不要看错人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刚才还在夸他呢。瞧瞧你现在这样，刚说你2句，你这火就上来了。我说的好不好有意义吗？你们2个不也才刚认识，需要时间慢慢去了解，别稀里糊涂就把自己给装进去了。你是怕我被劫财啊，还是劫色呀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行，我先走了。再见，杜小姐。雷总再见。走吧。左转，下楼梯。来，振荣，我有点想辞职了。为什么呀？还是因为我帮你找工作的事儿？都说了，我哥找你呢，是真的因为你行。我是不想因为你跟你哥的关系，怕别人误会。你的理想，不就是当一个建筑设计师吗？博远呢，就是最好的平台。你答应我哦，再苦再难都不要放弃，坚持住，好吗？好吧。来，上来，啊？把你丢到江里啊！那我哎呀，不会了，来来来，快，来呀！来，哎呀，我的大宝宝！刚刚你哥跟你说什么了呀？他是不是对我印象不太好，不太喜欢我呀？怎么会呢？我哥说你特别好，特别的棒。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不过杜小苏啊，你好像变沉了呀。怎么可能？我才今天吃了1顿大餐，我就变重了。每一顿你都全部吃完。